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晡日福喜类嘅节目。今晡日老乡亲朋友小解一解啲客家解讲什么哟？那个什么都有意思嘅，佢不用睇自己家嘅透露，今天一解以後係啲世界咧行行聊聊嘅。佢講做埋行行聊聊咧，因為都安樣嘅歌唱地圖做啲本台嘅很好認識起家。啲形容呢個隻故事咧，在小解佢出來之前咧，先來看下短片是第六。好，大家都歡迎你今日嘅來賓，佢係你龍潭嘅客家人哦，歡迎雪兒。嗨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龍潭的客家人，我是雪兒，大家好。雪兒好，其實雪兒係龍潭嘅客家人，對不對？今天第一次來客家天師送節目，對，然後也是第一次這麼認真想要練習用客語自我介紹。然後可是你知道嗎？還是心裡很害怕，因為你知道嗎？因為平常都是有在聽，但是沒有在講。對，唔過曾健清粉戲做啲有唱到雪兒嚟到鴉片同大家的分享哈。其實雪兒今天來上電視的時候，同大家的分享幾個人生故事嘅時間，其實媽媽有來。對，所以我也很擔心我講的客家話不標準，然後他會整個就是彈跳不對，不是這句客家話，糾正我。對，可是我想媽媽應該很高興啦，因為其實在過去的生命裡面，很多時候媽媽講客家話，你就會彈，你彈也是，可是。真吟很奇怪，我們就很少有機會讓自己去練習。對，所以今天也算是一個機會，同大家來分享一下。其實，我們語言就是這樣嘛，總是有開始，對不對？慢慢學習。不過重點是，大家有看到雪兒給唔給做給賞膚冇？看到嗎？對，真的是顏色很法拉比寶，就是很漂亮哈。那看哪個賞膚，就會知道這好像是皇宮貴族，哪個平民的意思。不過簡單來講，雪兒今天穿這麼漂亮，其實是有原因的。對，因為我今天剛從印度回來，我其實你知道嗎？今年剛好第一次一個女生去印度。對，然後大家都說，哇，你一個女生去印度好勇敢哦。我說為什麼？你去印度不怕被強姦嗎？对，不過說真的，泰卡會知道，為什麼要這樣講？嚴格講起來，印度當然是一個很棒的一個國家，對，然後它有非常非常多的它的文化，然後古蹟、古文明，哈，這是一定要去的。不過有時候也是一個蠻危險的地方，對，何況是他一個人去，對，所以你就回來，所以帶了一身印度的氣息回來。對，因為我會想要告訴大家說，其實一個女生去印度也是可以的。然後你要一個人去一些你很想要去的地方，不要太害怕跟危險這樣子。對，但你這次為什麼會選擇印度？因為其實我很想去印度一個地方叫恆河，那恆河裡面它其實孕育就是所謂的生跟死。對，那生跟死的一個過程中，你可以在那邊感受到。
应该说在台湾或是其他地方以外，更多的一个心灵的沉淀。对，是哈。用心朋友刚才看到一开始短短的短片，其实是雪儿决定要放下自己很重要的工作，然后让自己好像出走。我们讲说不是度假，也不一定是真的旅行，我要让自己出走，所以是让自己很有勇气的出走。对，然后他去了很多的国家，动动改提供不同的旅游的经验。然后现在一开始先跟大家分享是才刚从印度回来，对，没有错。对，恒河大家都知道，那你这次去恒河，你看到了什么？其实我觉得我看到了，你知道吗？其实，在恒河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一条河。那很多人因为它是属于印度教的一个类别，大概从早上开始就会非常多的人抬着他的尸体，对，然后尸体上面会布满花，然后到恒河旁边有个火葬场，对，然后呢，他们就会在那边把火葬场的尸体焚烧之后，把尸体推下去恒河里面，对，就让他的尸体随着恒河，然后喂饱了当地的鱼蟹。但是呢，你会在一个部分就是旁边看着许多人在旁边干嘛？洗澡。对，没有错，就是你知道吗？他们就是从早就会开始沐浴，因为他们相信一件事情，就是恒河呢，它可以洗掉你一生的罪孽。但是恒河也同时是全世界第2的污染河。对，我才正想讲说，其实没有错，这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信仰。可是有趣的地方是，这样的一个信仰带来的是，很多观光客去到恒河就会觉得，哦，那个地方其实很脏。对，没有错，整个旁边全都是垃圾。对，可是问题是他们为什么在那边沐浴呢？因为他们认为那是最干净、最神圣的。对，那是他们在生死的一个转换的一个地方。对你来说应该感触很大哦。对啊，你就会想着一个死一个生，然后他们还会有一个就是小朋友如果刚出生的话，他必须要在恒河那边沐浴。对，明明想说天哪，那么脏的水你竟然还沐浴，但对他们来说，那就是他们人生最重要的。对，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张照片也是这次雪儿从印度带回来的。对，好可爱的小孩。对啊，非常的可爱。然后我会觉得，而且你知道他们小朋友都超纯真的。是。对，然后就会那边跟你玩啊，奔跑啊，还会跟你害羞。然后看到外国人就觉得啊，外国人来了，因为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外国或是亚洲女生，所以他们会觉得很新奇。所以我就说我在印度是大明星，随时随地都有人要跟我拍照。对，因为他们的确比较少看到亚洲人，然后看到我们这样的黄皮肤，所以他看到会很像看到好莱坞大明星，会想要跟你拍照。然后每个人就说：“我可以跟你拍照吗？我可以跟你拍照吗？”然后我们开始拿起手机来跟你自拍。哦，对，所以你知道吗？我随时随地都会被印度人挡下来，然后挡下来不是要怎么样？他说：“我可以跟你拍照吗？”我甚至可以跟就是一整个家族的人拍照。我觉得如果说很多的亚洲女生想要感受一下大明星的感觉的话，其实就到印度去。麻烦你去印度，就是你知道整个人就是哇。非常的，你知道吗 ？bring， 然后也觉得他们很热情啦。对，所以这就是雪儿给不腻了都亚片你看穿了一个很印度气息的服装，然后这边特别要跟大家分享。对，所以其实我觉得旅行是这样子，就像雪儿这次从这个印度回来，其实对你自己又有一个重新不同的体验，对，重新不同的感受。当然，雪儿去的地方非常多，对，你在过去的这么多的这个旅途经验当中，应该也交了很多朋友。对，因为你知道吗？一个人旅行最好的一个部分，就是你可以到任何的地方认识陌生人，这些陌生人他都会给你心里一点点的一个成长，然后呢带给你他的故事，对，然后这些故事就回来可以分享给大家。对，所以雪儿其实也把这样的故事都在自己的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，我就会在部落格或是在我的脸书专页，然后跟大家分享。是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？就比如说你到了这么多个国家，你认识，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友人很有趣，他不一定是你一辈子的朋友，可是你们在国外遇到的时候，那个是最温暖的相遇。对，有没有什么样的例子让你印象很深？其实我这次去印度的时候，我在最北边有一个叫做拉达克的地方，我跟了一个台湾的20岁的男生，我们2个租了350cc，然后我们要去中印边界的一个潘空措湖。然后呢，我们2个基本上你知道吗？我不太相信这个年轻人，因为这个年轻人连机车都不太会骑，骑到一半的时候，真的又熄火了，整个就是那接下来怎么办？我们是不是因为他到那个地方，他要越过一个5000公尺的山脉，而且那个路很难走。
那突然间就是我就请人家来帮我们，我就想，刚好有2台车过，我说拜托救救我们，help me，然后他们就下来，然后呢看到我们2个真的就是可能很废，他就说。不然没有关系，很肥，还是吓死我了。没有，就真的就是一个，就是好像没有办法。他们就说好，那我就坐另外一个人的车子，然后呢，另外一个人下来开我们的车子。是当地人吗？当地的印度人。然后呢？另外一个男生就是他原本开车的，他也坐在另外一个人的后面，对，所以我们等于说我们这2个人就是被这3个印度人捡到最后到办公处那边，是，然后我们2个就我跟另外一个台湾年轻人，我们就开始讨论，就说怎么办？那如果我们2个人也回不去，不然我们请他们载我们回去。对，然后你知道吗？他们就本来其实没有行程是要往下走，对，他们为了我们改行程。所以你说这就是在旅程里面你遇到的友人跟遇到的友谊，对。然后有时候你可能是很危险的瞬间，但是他有可能看到人家最真诚的相处。对，我觉得这也是旅行很珍贵的地方。对，我觉得就是当你没有规划，然后义无反顾去做的时候，会有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。是。然后那天晚上我就会跟其中一个印度人说，谢谢你们，没有遇到你们我没有办法来，然后就是那种大哭这样子，他就说。不会的，只要你走在路上，就会有人帮你。对，我想这也给雪儿很大的勇气哈。我觉得今日到场去老大家都分享安永嘅故事啊，希望讲，这些东都嘅什么嘢係講，因為安永嘅夢想上一間呢啲哈，當然注重安全感前提之下，其實還是做得到的。雪兒還有東都嘅故事，就嚟到大家都分享，請大家先聊下，等下就進來。歡迎做啲繞場度，而家將成為係呢兩攤嘅客家人哦，佢一家人呢社冇，一家人係世界東都嘅國家地方地理行，是一家人天天啊，進去到推翻過後咧，見到佢東都嘅旅遊嘅經驗，又係一家人啊行行條條嘅經驗，用本事讓佢記錄下來，讓很好多人來分享。其實我覺得分享的不只是旅遊經驗，我覺得其實分享是一個勇氣。沒錯，對，你真的很多人都很害怕，所以你真的很勇敢嘞。其實我覺得那不是勇敢，而是就是當你踏出去之後，你會想要為自己看到更多的風景。對，而且其實好像也沒有辦法回頭吼。真的沒有辦法回頭。我就說，當你踏入自助旅行，或是喜歡上一個人獨自旅行，那個就是一輩子想要追隨的東西。是，對，因為事實上，今天邀請雪兒來到這邊呢，除了分享她的經驗之外，當然因為雪兒也將這樣的一個經驗把它化為文字，所以當然雪兒也出書。那麼我在看雪兒的書的過程當中的時候，我有一種感覺，我就是覺得雪兒她越來越不能回頭了。真的，我覺得就是你會想要放棄一些以前在物質上的追求，然後你想要走到更多未知的領域去。對，一開始看你在文字上的敘述是會覺得說，我決定回走2件事情，我要勇敢的去做，我要先給自己一個機會，給自己一個時間，好一個經驗。然後後來越來越看下去的時候，我就發現雪兒的狀況是越來越不能回頭，而且朝着這樣的目標反而開了另外一朵花。對，沒錯，因為你知道嗎？以前可能在工作的時候，你從來也不覺得自己會變成一個作家，你也不覺得自己會來到這邊跟你聊天，對。但是當你走出去認識了很多人之後，你才發現，原來很多東西我們在心裡都有一種頑固的念頭跟夢想。當你走上去，真的沒有辦法回頭。對，可是如果我今天要當粉絲來問雪兒一個問題的話，像黑龍誰阿摩一感英雄很厲害，你會推薦他先去什麼地方？其實如果你真的很害怕，我推薦你先去日本。最安全的地方，最安全。第二個，很多人就說，那我不會日語怎麼辦？你總是看得懂漢字吧？對。雪兒在書裡面有特別提到，雪兒說一個人去旅行其實沒有想象中的這麼難。對，你那時候特別，我覺得你是謙虛啦。不過你在書中有特別提到，就是說你自己在旅遊的過程當中，其實英文也不一定很流利，可是你還是可以這樣子遊遍天下。沒錯，我們要靠什麼？肢體語言，對，還有我們最真誠的什麼 smile 微笑。對，不過你有提到一件事情，我今天一定要幫觀眾朋友問，就是你在裡面有提到，就是你有經歷一些危險，然後比如說有經歷幾乎好像是在就是瀕死邊緣的那樣的一個經驗，這因為你並沒有把故事寫進去，我那時候就在想說，
这是怎么样的一个经验，让你有这么大的感受？因为你其实那个过程中是，应该是说已经到了像斐济这个国家，然后那时候我们大概吃了东西，我可能那时候就贪喝那个汤，可是你知道吗？那个汤可能有一些神经毒的部分，然后到你的下半身可能都完全没有办法动，非常的疼痛，那你就觉得我好像真的要到了另外一个世界。可是你喝那个汤的时候，那个汤是在店里面喝的吗？对，在店里面喝的，可能你就知道因为你在旅行的时候，你不知道会吃到什么东西，喝到什么东西，其实已经尽量在保护自己了。可是有时候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意外发生。然后那时候我就回去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伤心啊！为什么我花了大钱，然后在那边好像过着不是很开心的生活？而且你知道我在斐济的时候，刚好台风又有洪水，然后最后离开的时候又是食物中毒。然后我回去打电话给我爸的时候，我爸现在跟我讲一句话：像斐济这种国家，100个人。台湾人都不见得一个去过，你去了就是一件很好的事了。给你很大的鼓励耶。对啊，因为我会觉得以前会觉得很不开心，然后花钱，然后没有得到应有的东西。可是有时候想想，这也就是人生的经历啊。对，所以这也是你那一次几乎听起来很可怕，又台风又洪水，然后又中毒。对，后来你就去医院吗？我其实后来没有医院，还好我有旅伴，他直接到那个柜台帮我去要当地的药，然后吃完药之后隔天。其实那个当下真会觉得说，我隔天要买飞机回家。我至少我想要说，死前看一下我妈跟我爸一下这样子。对，我要忍到那个时候，就是马上改飞机票。可是其实吃完药之后好了之后，回到纽西兰，慢慢的开始释然，发现其实我不需要追求所谓的旅行的极限，一定要多好玩，吃多少东西，但是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心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让你越挫越勇吼。对，没有错。所以又越去越多更多其他的地方。因为当你就是崩溃了、挫折了很多困难的时候，你才发现，人生的谷底就是这样，何况嘛。对，其实大家就会觉得说，雪儿其实雪儿现在开始用文字书写，然后跟大家分享经验，但是还没有真的跨足到旅游作家这个部分。对，我还没有写过游记。其实我第一本书是写纽西兰，跟它有点像工具跟游记。是，但大家就会，但是其实雪儿已经累积了非常非常多的粉丝，那大家就会觉得说，那为什么雪儿可以累积这么多的粉丝呢？我想就是因为我觉得你给很多很多的年轻人鼓励。对，因为你的经验分享，让他们觉得其实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放下的。对，在雪儿的书里面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他说，其实放下跟旅行并不是同一件事情。没错。对，东因为起楼工，我觉得我现在要去旅行，因为我要放下。可是你去旅行跟放下是2件事情。很多人去旅行的时候，心中的负担是很庞大的，没错，因为他没有办法放下。对，所以那个时候旅行就变成一个负担。因为你知道吗？很多人都想要借由旅行这件事情去解决他自己本身的问题，或是在现实中的问题。但是我常常跟很多年轻人说，旅行没有办法解决你在现实中遇到的困难，他也没有办法帮你赚钱啊，他也没有办法。但是它可以让你多一些，等于说心灵的经验或是风，它可以让你在许多的问题里面去看透它的本质这件事情。所以我觉得是很多观念的分享，在这一本书里面，就是能不能转身就远行，在前面的篇幅里面，雪儿有提到一句话，就是他说，他分享了很多《吉嘎改古时字呢地独与侠斗》，就是一本就是牧羊少年奇幻之旅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，他说。为什么这句话也让我印象很深刻？他说：“当你决定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就是你真心渴望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全宇宙的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。”没错，我这句话给我带来很大的震撼的时候，是在我大学的时候。我大学读这本书的时候，这句话成为我一个很大的力量。但是雪儿把它写在这本书里面，我想这也给雪儿很大的力量。对，因为那时候就会很害怕的觉得说我一定没有办法完成，但是你后来发现，当你真心踏出去的时候，对，所有事情的人都会来帮你。真的，对我也是用这个来坚持我自己。很多我不能讲梦想，就是你快要放弃的时候，那时候就想说，哎呀。我应该要来怪力乱神一下，培养一下我的念力好了。当你真心渴望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全宇宙的力量都会集合起来帮助你。没错，对我想雪儿也是因为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一直不断的前进，累积了俺豆改粉丝，也是因为基佬抬高了奋勇他这样的精神、跟这样的态度、跟这样的一个勇气。对，说实在的，旅行谁不会？没错，对不对？只要你一张机票订下去，一张车票，我常常说，不见得真的要到很远的国家，你到一个陌生的环境，对，来我们
客家龙潭也可以。说到这个，对，说到这个，因为雪儿因为安永改定娘，她其实认识很多外国朋友，因为介绍认识很多的朋友，这个朋友跟你之间大部分都没有太多利益关系，没错，那种反而关系变得很单纯，对，然后那这样的朋友就会说，哎。听说台湾也是一个很棒的地方，有机会要到台湾去玩一玩。对，第一个想到就是你。对，然后就到我家住了。哦，真的吗？所以你已经接待很多外国友人。然后我就回来会跟我妈说，妈，这个是新加坡来的，请接待他，请你煮我们客家菜给他吃。所以真的有这样的经历，对不对？哎，很有意思哎。有什么印象让你特别深刻的吗？很深刻的是，其实有一次我去花莲玩，然后呢，我就是载了一个新加坡男生，然后新加坡男生后来到了高雄，对我一个人，然后碰到一个新加坡男生，他就问我说，请问龙潭有什么，就是桃园有什么住宿？因为他隔天要飞机走。我说桃园啊，我不知道哎，你来我家住好了。然后他就真的来我家，他就去你家住一天，对，一天，对，就一天。然后妈妈也 OK， 也 OK， 所以我妈现在已经接待各式各样外国人了，太棒了！我觉得以后可以慢慢在雪儿家变成一个什么，你知道沙发客有没有？对，沙发冲浪，沙发冲浪到那个龙潭有没有？对，所以你有带他去吃好吃的吗？有，我就带他去大溪，然后呢还有龙潭的大池。对，因为最近大家常常在说啊，推翻岛内去来微聊咧，大家会讲去到突然了到地方，时节的地突然又嘛个好料，其实突然又动到好料个地方啊。像刚才雪儿讲的，就是台海啊，对不对？那边有大溪老街，也是很有特色。对，大溪老街也是台湾前几名的老街排行榜第一名哎。对，所以其实对雪儿来讲哈，其实发展岛联他也做了很多的做了动豆改那种国民外交，那么用某种规格改编用了一斗两片，然后台家的分享，我觉得这也是介绍台湾一个很棒的方式。对，就是当你走出去的时候，你才会珍惜台湾的好，自己家乡的好。是，因为我们出去外面也是要当国民外交，很多人都问你说台湾有什么好吃的，你家有什么好玩的？对，如果你不知道，你不觉得就有点小丢脸吗？就会觉得你连自己土地都还不认识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回来是会很想要更努力的，然后去介绍我自己的家乡。是，還要當多介細故事，就你撈大家都分享，大家聊下，等下就嚟。东方姨走在绕墙到雪儿来到节目地图到大家的分享哦，雪儿让她走在讲嘿，一半的旅人，一半的旅游作家，然后其实渐渐的成为一个文字工作者，对，没错。然后呢，公共事件我就问雪儿，我说哇，你这么多这种旅人的小故事，其实我们刚才上段提到很重要的事情是，你一定要先认识自己的土地，没错。对，所以你现在有很多外国旅人来，其实你就带他去玩什么，不是玩什么著名景点，就带他去逛家里附近的夜市啊，没错。其实我觉得，因为我们到了国外，我们常常会很想要到很多的景点去，然后去追逐一些很漂亮的东西。但是其实最美丽的还是在于人跟当地的居民。所以其实我现在旅行不太爱计划。然后呢，我也不想要说我一定要说，你都已经到了意大利，一定要到那个罗马竞技场，然后追逐每一个很重要的景点。其实如果能住在当地，然后或者是沙发冲浪，跟当地的人聊聊天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的旅行方式。对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外国朋友来都推班请雪儿当导游的时候，雪儿就带他去市场买东西，对，逛逛家里的附近的黄昏市场，然后对不对？然后夜市去逛一逛啊，然后感受吃早餐，是不是？你有特别强调大家去吃早餐？美而美，多厉害的一件事！我们的那个台式早餐，你可以吃到各式各样，因为。我说旅行这件事，就是我们这些在当地活腻的人，去别人已经活腻的地方。对呀，是这样。在所有的台湾的，不管是卤肉饭也好，或是市场也好，对他们来说完全都好新鲜，很新鲜。对，而且他可以真的感受到当地居民的生活跟文化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珍贵的经验。对，所以其实雪儿除了其实雪儿这样成为一个文字工作者，数一本一本改下当然这中间也是很辛苦。不过今天有特别跟大家介绍有另外一本书《轮子出走》，对，这是新的。
对，今年大概4月，他其实是在讲我们去年3月，我跟我之前公司的2位轮椅夫妻，还有另外一个同事，我们骑着脚踏车环岛拍婚纱的故事。哦，真的，骑脚踏车环岛用了多久的时间？我们大概用25天到28天的时间。所以为什么是轮子出走？因为其实还有轮椅。对，没有错，其实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一段旅行。哈哈，但是应该很值得哈。其实很值得，因为它其实也是让很多社会大众的人，然后看到了其实那么多的身心障碍者，他们不见得是手心向上的，他们其实可以走出自己想要的人生。对，没错。其实你得讲，你可能因为你可能没有那么方便，你就不可以去做这件事情。可是我觉得也要告诉观众朋友，就是说我们不管是我们自己或是我们整个政府，我们也是觉得我们要友善。没错，友善我们这样的一个朋友，因为我们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旅游景点是不太容易去的。对，我觉得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省思啦。对，所以这是雪儿今天带来的这一本书。那当然，另外一本就是能不能转身就远行，也就是你这么多的经验的一个分享在里面。对，所以想问一下雪儿，其实雪儿她很喜欢纽西兰。对，所以扭转人生。对，因为其实契机其实来说的话，因为我说我其实之前也是一个到处。等于说小资女，然后去日本买东西、曼谷购物的那种，但是能真正改变我的话，还是扭转人生，到纽西兰打工度假的这1年的时间，才看见了自己的同与不同这件事，然后享受了所谓的度假人生。对，在那边每天上完班，然后下班干嘛？去野餐，然后认识来自世界各地的友人，然后你才发现。好像其实人生也不见得每天都要轮回在职场，然后下班之后看连续剧，对，然后呢讨论一些小确幸的话题。好像说我们在我们的职场里面的一些主流状态是怎么样，我们就要跟随那样的一个主流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不一定要这样子随波逐流，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是要找到自己真正的核心是什么。对，我们要真正认识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。对，所以雪儿其实纽西兰给你这么大的震撼，然后现在又从印度回来，你下一个想去哪里？我下一个其实要去欧洲，南欧的意大利。对，然后我其实也因为你知道吗？很多人问我说你要去意大利哪里，然后说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就是订了一张机票。因为我在旅途中我有遇到一个老先生，他就说我每次都是订one way机票，一张 ticket， 反正到了那边我就会开始了我的旅程。对，那他也不会去刻意的规划说。这老先生是外国人，也是好像是一个德国人吧。然后你就会觉得哇，这样子一个旅行方式好像其实也。挺不错，虽然我也知道可能迎之而来的就是崩溃，然后呢会迷路，然后会觉得接下来要干嘛，但是其实你也会因此得到更多不同的旅行方式，这样子。对，可是事实上也是这一次去意大利也是完全没有行程规划，现在完全没有0，就只有买张机票而已。对，就 zero。所以很期待哈，也很害怕，也很害怕。对啊，因为你毕竟没有太多的知道你接下来要干嘛。对，因为其实说实在，自己一个人旅行是有很多的优点，但是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。我觉得雪儿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。一个女孩子独自旅行还是要注意一些事情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大家会很害怕一个女孩独自旅行，原因是说我到外面会不会被人家怎么样碰？我说你知道吗？一个人旅行，我们就要把台湾的欧巴桑精神，然后呢，在国外的淋漓尽致的发展。对，有人碰你，你就要凶他。对啊，如果不合理的地方，像是东南亚或是印度，一个房间可能在当地是500块，他看到你就是外国人，他就要卖你2000块，马上要杀价啊，把你在菜市场的精神全都拔回出来。为什么要？就是你知道吗？给他，对，慢慢的，所以我就说，女生一个人出去，你要自己开始慢慢的把自己心理建设，遇到不合理、不公平的事情，马上要去极力的争取，因为你不争取的话，人家马上就骑在你的头上，对，或占你便宜。对，但是你也不要去太在意10块钱、20块钱的东西，或是别人占你一些便宜，因为你已经在国外，你没有办法在台湾上找警察局、找法官，然后找电视台帮你理论。在国外有些东西你就放下，反正你离开了，这件故事就结束了。对，自己的安全一定要保护。对，这很重要。对，然后呢，携带的东西也不要太多。对，而且还要注重当地的
民俗风情。这真的是最重要的，对，因为你这样才可以融入当地。对，难怪你收获这么丰硕，因为拿出了在台湾欧巴桑的精神，欧巴桑精神很重要。对，是当然，其实到台家的分享完都会意思是黑工，其实学的就是鼓励大家啦，就是如果你真的有什么样的一个梦想，你想要出走，你真的要想清楚。对，不是一定要随波逐流，也不是告诉大家每个人遇到什么事情就要出走。对，这件事情很重要。我觉得很多人会说，我现在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困难嘛，瓶颈，我要出去走一走，其实不一定是这样。不一定。对，其实我觉得你可以换个环境，但不见得要多远行的部分，换个环境可以就是例如说台北到个花莲，或者是到了一个另外一个陌生的环境，你有没有办法在那个陌生的环境里面，你开始跟自己内心做对话，沉淀一下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雪儿慢慢的这样子来发展，其实现场也有很多雪儿带来的这些小插图，那我就问雪儿说，之前以前有没有学过？没有，这就是我几嘎改隐形还是几嘎法改哈，所以这也是一个天分。然后很多的小插图，我其实非常希望很快的可以看到雪儿出一本新的一个旅游书。那旅游书的方式旅游书的内容有很多。第一个，它可以是工具书，对，它可以是心情书写，对。然后当然它也可以是当地的风俗民情搭配雪儿的照片，或是搭配雪儿的画，对。然后很期待可以看到雪儿很快的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品，而且马上就要去意大利了。对。好担心，不要担心，但是又很期待，很期待，对，不用担心，对。然后其实很快，所以当然我们也知道说，其实要成为一个作家，然后跟旅游这中间还是会有一些现实跟梦幻中的一些落差。没错，因为毕竟你从既有的一个职场跳出来的时候，你就要开始自己为活自己。但是我觉得人生啊。不需要一定要赚多少的钱，对，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的价值在哪里。真的，当你跳出来之后，你就往那边走。而且我常说，很多事情是没有一辈子的事情。当你喜欢的就去做，当你没有办法的，你就往下一条路走。对，所以其实节目一点钟吼，狗腿动加健康都聊天，是从雪儿到台家都分享哎，其实你自己想要做什么，你就勇敢的去做。对，那么雪儿她选择的事情是她放下她可能经营很久的职场工作，一感应就出走了。对哈，然后但是我觉得现在回过头来看，我觉得非常的值得，因为这是你开了另外一条生命的路。对哈，台家走一很多他的画、他的书。接着他又要去冒险跟旅行了，在这边祝福雪儿的意大利一路可以非常的平安，然后收获满满。可以，没有问题，我一定会这样子。是有机会再跟妈妈到可爱电视台来。好，我再带我的母亲来，然后是一起分享，看他有没有办法下次他来讲这样。是讲他成为一个沙发冲浪客主人的心情，对，好不好？安子 say 哦，谢谢，谢谢。好啊，用心朋友嘞啊，天年认同线上在走认同哟。